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1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1月5日至6日，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6条被执行人信息和恢复执行信息，执行标的合计47.7亿余元。天眼风险信息显示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33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676亿元。此外，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以及中本案件信息。这个是恒大集团的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许老板还欠法院的钱，你说上哪儿说理去吧？就不要说这个债权人你官司打赢了，你拿不到钱，什么强制执行，一毛钱拿不到，连法院都拿不到许老板的钱，许老板欠法院钱许家印拖欠120万元堂费，也就是诉讼费其早前被法庭颁令由中国恒大清盘人接管其资产，许家印需承担120万元堂费，但至今未有缴付，法庭将在3个月内裁决，案件在高等法院处理。原告中国恒大清盘人表示，没有证据显示许家印有意愿遵从法庭命令，亦没有解释其财政困难，若无法缴付堂费，法庭程序需要停止。许家印一方表示，只是缺乏付款途径，又指现时正计划上诉，如果停止法庭程序，对其并不公平。法官质疑许家印是否根本没有足够资金，将在3个月内颁布书面判词。这个法官质疑的对恐怕许家印拿不出那么多钱呢，那只能是他前妻看看能不能给他垫付一下。为什么呢？这个许家印被执行4700万。近日企查查更新显示，许家印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4700万元人民币，执行法院为北京金融法院。目前许家印被执行总金额超30亿，关联多起限制消费案件，也就是许家印如果有钱的话，早就被瓜分掉了，被执行掉了，那对他个人的执行就30亿此外，北京金融法院另对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强制执行标的41.75亿元人民币。这个申请执行的人是谁呢？对吧？就是要执行许老板4700万，执行恒大地产集团42亿。这个申请人是谁呢？申请人是证监会所以呢，你那些小债权人什么供应商、什么理财的，你自己琢磨琢磨吧，对吧？许家印连法院的钱都欠，连这个证监会的钱也欠，罚款呢，那个4700万不就是这个恒大地产做假账对吧？发债这欺诈发行对他这个惩罚吗？我在以前我就说了对吧？你证监会罚了他有什么用呢？人家没钱对吧？人家现在叫滚刀肉，反正他在牢房里等缝纫机，你罚他再多都没用这是许老板这边这个现状我们再看看这个王老板。根据这个新浪财经报道他说，天眼查工商信息显示，近日常德万达置业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原股东万达商管旗下大连万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大连万达瑞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退出，新增中国建筑一局有限公司为全资股东，吴华卸任法定代表人，由吴国强接任。什么意思也就是万达把自己的这个公司转让给了中国建筑，这不就是抵债吗？欠中国建筑钱呢，对吧？中国建筑那不是承建商吗？没钱给，对吧？把下面一个公司对吧，直接给你算了，顶账这就是王老板的处境。这个楼市低迷房地产下行导致房地产上下游企业对吧，都是叫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个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应该是那些家居广场对吧？什么居然之家，什么红星美凯龙，什么还有好几个是吧？老板抓的抓，跳楼的跳楼，莫名其妙死亡的死亡。这个家居行业给人感觉更加寒冷。家居行业这股寒风终于刮到了家居巨头对吧？世界500强之一叫宜家。这个宜家曾经的这个中国中产最爱是吧？现在也扛不住了。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他说，根据媒体报道，1月7日中午，宜家中国资讯中心发文宣布，将于2026年2月2日起停止运营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中北、南通、徐州、宁波以及哈尔滨7家商场。公司称此举为优化渠道布局，构建业务韧性。怎么说不重要重要的反正它是关店了。7家大卖场
关门，不全是什么2线城市啊，对吧？它主要是上海、广州宜家都关门。宜家中国提到啊，其将从规模扩张转向精准深耕，以北京和深圳作为重点市场进行探索，在接下来的2年内开设超过10家小型门店，包括将于2026年2月开业的宜家东莞商场和将于2026年4月开业的北京通州商场。宜家还将继续加强线上布局，并对现有商场进行投资。目前宜家在中国共有41个线下顾客触点、3个自有数字化渠道以及2家电商平台旗舰店。宜家主动收缩啊，这个我想很多人恐怕都逛过宜家吧。这个宜家是在中国也是很多零售，我感觉都是这个叫鼻祖吧，就是很多咱们开超市的、开什么商场的都是跟宜家学啊，什么动线布置哈。那个宜家，反正我每次进去晕头转向的，特别变态啊。从入口进去，如果你是开车的话，一样，你车停到他那个车库，然后入口进去，你必须从那出口出来，你中间不能你擅自说我某个区域不逛，不行，他那个动线设置，你只能按照他那个线走，你才比较节约时间。如果你想啊节约时间，你抄近道一定会迷路。我就试过好几回，北京的宜家、南京的宜家，还有什么，反正好几个城市宜家我都逛过啊。最后出来的时候是那个什么吃饭的地方，是吧？有好多人就奔着吃饭的地方去的，很难理解啊。当然了，这都是很多年前了啊。那个时候去宜家呢，里面是乌泱乌泱的，跟菜市场是一模一样。我估计现在这个场景恐怕很难了吧，对吧？你房地产不行，谁买那么多家具干啥呢？所以说连宜家都扛不住了，那就说明啊，对吧？这个楼市低迷啊，对这个经济的影响确实还是很大啊。我们再看看啊，这个二手房市场，根据中指研究院的公布的数字啊，说2025年北城二手住宅价格累计下跌 8.36%， 跌幅较2024年扩大 1.1个百分点。分季度看啊，一季度累计下跌 1.51%， 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跌幅持续走扩。你看这个，按照孟小苏说的啊，这全是在造词啊，他就不好好说话。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跌幅持续走扩。你就是跌幅加大就完了呗。累计分别下跌 2.12%、2.24%、26%、2.27%。新建住宅方面，2025年百城新建住宅价格累计上涨 2.58%， 涨幅较2024年小幅收窄，也就是比2024年涨的要少了。分季度来看，前3季度分别累计分别涨 0.52%、0.64%、0.47%。进入第4季度，部分核心城市高端楼盘入市节奏加快，带动价格累计上涨 0.93%。 这个是中指研究院啊给出的数字，就是二手房2025年是加速下跌，跌幅比2024年扩大了。那新房呢，2025年是上涨的，但是涨幅比2024年缩小了，涨得也慢了。所以你无论是新房二手房，你就是说25年比24年差远了。那26年呢？有媒体统计啊，这个截止到1月7号啊，15个核心城市住宅成交量的统计，这是1月份的啊。新房是同比下跌 37%， 二手房是同比下跌 25%， 这1月份更寒冷了。我们再看这个土拍市场啊，今天这个媒体报道啊，说第一批土拍落锥，就是2026年啊，上海2地块以 45.7 亿元底价成交。上海第10批次土拍1月6日上午落锥，本次土拍推出2幅地块，分别位于浦东，其中越秀地产以 25.61 亿元起始总价拿下浦东深蓝地块，楼面价为 3.8 万元每平。另一幅地块则由紫江集团以 20.09 亿元起始总价拿下，楼面价为 3.3 万元每平。其中2幅住宅地块不设中小套型配比。咱说是什么意思啊？咱回忆一下去年，对吧？2025年一开年，那上海的这个土地价格就暴涨，是不是帝王频出啊？不停的刷新这个高度。2026年这个土拍市场也不行了，对吧？底价成交啊，开年第一枪好像就打得不响，对吧？第一炮不怎么响嘛，底价成交啊，没有说什么经过100多轮的角逐啊，这个又创这个新高破纪录都没有啊，是不是也能说明问题，对吧？是不是预示了这个也至少是这些开发商底气不足啊？我们再看一个新闻啊，这个是一个关于凶宅，成都的凶宅啊，这个现代快报报道啊，说成都一凶宅2次转卖成功拍出，成都一凶宅2次拍卖拍出 96.6 万元。我记得这个咱们以前好像介绍过，它这是2拍了啊。说成都一处凶宅在首次拍卖成交仅1个半月后再次上架转卖，引发
众多网友关注。据悉，该房源首次拍卖时吸引92名竞买人参与竞价，最终以105.6万元成交。2026年1月6日二次上架后，截至1月7日拍卖结束，共吸引24名竞买人报名，经过52轮出价，最终成交价定格在96.6万元。标的物信息显示该住宅坐落于成都市成华区双庆路某小区，建筑面积89.70平方米，为2室2厅1卫的标准户型，2014年建成，整体为精装修状态。从区位来看，该房源地理位置优越，临近地铁站点，市场评估价165万元，那这个位置还可以是吧？那就是相当于1.78万呀1平米，算是成都的市中心了吧？值得注意的是，房源信息调查表中以醒目字体特别标注，此房在2024年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也就是凶宅啊。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此次拍卖为该凶宅2次转卖。回溯首次拍卖情况，2025年11月，该房产在阿里资产拍卖平台亮相，该场拍卖以26.6万元起拍，竞价过程中报价一路攀升，也就是太便宜了啊，就好多人就去买，那这个竞价也非常激烈啊。最终经过40轮激烈的角逐，敲定105.6万元成交价。房产证及不动产权登记资料查询证证明说这个首拍结束后房屋权利人已完成变更，这意味着首位竞买人已全额缴清房款，这个房本都换了，第一次竞拍但是也不知道为啥距离首拍成交仅1个半月，该房产便再次启动拍卖，且起拍价与首次一致，认为26.6万元。截至2026年1月7日拍卖结束，此次拍卖共吸引24名竞买人报名，累计出价52次，最终成交价96.6万元。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次拍卖竞买人是花了100多万买的，1个半月以后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房子都过户了，他又挂出来卖，结果卖了96.6万元，就是1个半月就少了10万。如果再加上拍卖手续费什么的，都少个10几万，还有那个过户什么契税乱七八糟的你知道为啥呢？短短几十天10几万就不要了，说明啥？这个人恐怕头脑一热买了，然后住进去害怕了，有没有可能？这我不知道我推测要不然这不是神经病吗？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对吧？短短的40多天就赔了10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什么凶宅不凶宅的，对吧？只要便宜，说明还是有人买。所以说这个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对吧？它就是凶宅，它现在相当于也1万1平米呢。我们再看看这个租房这个租房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北京的这法制进行时它有个报道说，在城市里租房找个靠谱的房源，遇到个实在的房东是每个租客的心愿。我想每个人都租过房大家租房的时候都反正我是希望跟房东直接交易就我不太相信中介，当然这也是一种偏见不是所有的中介都坏我们总认为跟房东直接交易，少了中间商，就少了好多事，对吧？少了很多这个踩坑上当的机会，对吧？就是少了这些，对吧？被骗被坑的这个风险。但事实上总是事与愿违，就是你在网上你很难找到房东。那这个北京就发生了这么一个事，这个犯罪分子伪造身份，冒充房主，把租房变成了骗钱的生意。大家看视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然后自觉是主管，当时是利用职务便利，然后侵吞公司财产。正在接受检察机关提讯的是张某某，曾是北京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的主管。2023年，他就因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司财产，被海淀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执行。然而，缓刑期内的他并未安分守己，反而铤而走险，因涉嫌诈骗再次锒铛入狱。现在经过我们的审核，排除一部分这个借款的之外，暂时认定的是9名被害人，涉案金额共计33万余元。据了解，在众多的受害人中，王女士的损失尤为惨重。据她回忆，2024年年初，因工作调动急需租房，她在多个平台浏览房源时，结识了所谓的房东张某某。是有中介，房东。在中介的介绍下，王女士并未对张某某的房主身份产生怀疑。由于价格适中，急于租房的王女士当场便敲定了租房的事宜，并按约定支付了相关费用。
了1个月押金加中介，然后再加3个月的那个房租。后面他说他家里人也生病了，住 ICU 了，继续用钱，让我说的1年房租提前交1年的房租。然而，租房仅3个月后，张某某又以家中突发变故为由，请求王女士提前支付第2年的房租。出于同情，也想着能稳定租房，王女士答应了张某某的要求，陆续向他追加支付了款项。3月份的时候就说了人家那个药费不够，就单借了3次吧，1次我涨了一共2万1，一直拖到今天都没有还，总共13万。租住后不久，一位自称真正房主的女士上门要求她限期搬离，这时王女士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之前那个房东也来过，他是他姐姐，我以为他们是亲姐弟的关系。王女士报警后，公安机关迅速展开调查。随着侦查的深入，民警发现类似受害者不止王女士一人。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名以房主身份行骗的张某某竟尚在缓刑考验期内。案件随后移送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官在审查中进一步厘清了张某某的多重行骗套路。所以呢，张某某在从看守所出来之后，就身负了几十万元的外债。他思来想去，就觉得那我还是只能做这个我比较熟悉的租房生意，所以他就想着从这个房地产平台上再次租赁房屋，并且为了回笼资金呢，他就以比这个平台更便宜的价格去转租给本案的被害人。像这个本案中有的被害人，他会明确告诉你说我不租中介的房子，那这个张某某呢，他就会用自己的微信小号去跟这个被害人聊天，伪造了一个叫刘某某的身份去跟这个被害人聊天，谈下了合同。你给这些被害人提供的房产证是哪来的？就个别的我都提不清什么原因，可能当时某些原因，或者是我时间来不及，我就随便给做了一下。怎么做的？就是那个 PS 的 P 图，就是然后直接给你们发过去。他如果是需要说复印件的话，我就把这个打印出来给他。张某某从租客手中一次性收取1年甚至数年的房租后，并没有将全部钱款支付给原房主或租房平台，只以少量租金敷衍了事儿，剩余钱款尽数填补了自己的债务窟窿。等签下这个合同之后，这个张某某又想了另一种办法去回笼资金，就是说我跟你的客户说你可以提前预付房租，比如说你交1年的房租，我们本来是押1付3嘛，那你现在提前预支1年的房租，我给你后续免1个月的房租。通过这种方式来让更多的被害人去预支了1年又1年的房款。像本案中呢，有的被害人本来应该交5、6万块钱，最终交了10几万块钱。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人家押1付10、付13、付全部，相当于你把人家未来3年的钱都要过来了，人家是相信你才这么做。然后呢，我没有不认罪的意思，我只是当初的初衷根本就没想去通过这种方式去骗钱，而且说如果我通过这种方式去骗钱的话，第1个月拿完钱后就直接两个可以走了，就不再联系了。面对检察官出示的证据，张某某仍试图辩解称其初衷仅为偿还债务，但办案人员经全面审查认为其行为已构成犯罪。而本案当中的张某某呢，在合同履行过程当中，他呢其实有2个行为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呢使用伪造的这个房产证明材料，还有一个呢就是先履行小额的合同，然后就为了后期就相当于在履行大额合同的过程当中呢，把涉案的钱款非法占为己有。我们觉得他的行为更符合合同诈骗罪的这个犯罪构成。我们呢最后会以合同诈骗罪起诉张某某，建议的量刑呢是有期徒刑3年6个月到4年。据检察官介绍，张某某系在缓刑考验期内再犯新罪，根据法律规定，应当撤销缓刑，将新旧2罪所判刑罚合并执行。其实本案呢，从案发来看呢，就是因为在职务犯罪案发期间，然后张某已经在职务犯罪被判了刑，然后在缓刑期间又实施了新的犯罪，所以说呢，张某的行为其实还涉及要撤销缓刑、数罪并罚的这么一个情况。而张某呢，最初引发这个第2起合同诈骗的原因呢，其实就是为了偿还之前欠公司的钱。所以从看守所一出来以后呢，张某就一直在想
通过什么方式能快速的回流资金，把之前前公司的钱还上，就实施了第二个犯罪。目前，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张某某涉嫌合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张某某将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沉痛代价。首先，谁租给你的房子，你要知道。正常我们要通过这种正规的这种中介机构去租房，因为正规的这些中介机构，它会提供格式合同给你，同时会帮你把一道关。我们在租房的过程当中呢，尽量避免一次性付过多的租金。就在前期就审核不细的这种情况下，这时候月付或者说季度付，可能更好的能保证我们的这个财产权益不受过多的损失。实际上这个张某啊，对吧？他就是个房产中介从业人员，然后他就利用这些信息，是吧？就抓住了这些租客，想直接联系房东，然后他又分身冒充房东，再跟这个租客联系。只有这个房产证，对吧？这些身份证，他都可以造假，因为都看复印件嘛。等到你上钩以后，然后他再对吧？各种优惠，再编造理由，说急需用钱，家里出了事，完了之后，对吧？你先预支一年的或者2年的，我给你便宜，对吧？你一次付1年的，我免你1个月，对吧？你付2年的，我免你2个月。这样很多租客啊，他一旦住进去之后啊，他一踏实，一看这好事，反正我是月都要交的吧，3个月交一次或者半年交一次，我这就把下1年的一交，便宜了好几千，便宜1个月，那很多人就愿意啊。说实话啊，这种骗可以说是防不胜防。为什么呢？我想很多人，对吧？你租房的时候，你要看房东的房本，大部分人都不看那个原件，都是看身份证和那个房本的复印件，一般的都这样啊。就我在北京，我租房，我把我的房子租给别人，然后没有人看过我的这个房本的原件，也没人要看，都是复印件给他一看，身份证给他一看啊，大家就相信了。反过来，我租别人的房子也是的，我很少看原件，但是复印件一看就当真了。你看这个不法分子，他就是利用这个钻这个空子。说实话啊，我倒觉得这个张某某啊，他这个行为肯定是诈骗啊，不用说了，对吧？但是我认为他初衷恐怕也不是奔着是诈骗去的，真跟他自己辩解的那样啊，他初衷是想玩这个叫什么资金池，对吧？他利用这个租房它的便利，他就动了这个小心思，这不就是玩资金池吗？对吧？他让租客你把钱多交一些，我给你便宜，然后我在这边呢给那个房东呢，真正的房东呢，我1个月给他付一次或者2个月付一次，对吧？拖这边呢往资金池来的钱多啊，然后他把这个钱挪用去还以前的债务或者是干啥投资，这不就是个资金池吗？那这个事情怎么会败露呢？就是资金池爆了，资金链断了，他给房东付不起钱了，在房东那边拖，房东呢一怒之下就找上门，对吧？把租客赶走，这个事情才暴露啊。如果说他有钱一直在给房东付，房东只要不炸锅，不去找租客，他这事一直干下去，对吧？实际上他就是暴雷啊，就是资金池暴雷，资金链断了，房东那边他付不了了，他越滚窟窿越大，这个就是庞氏骗局，对吧？再加上年底这个租房市场不好，他找不到人来租房，就是没有新的资金进来。当然了啊，给他定一个合同诈骗没毛病啊。所以说啊，你有的时候，对吧？你玩资金池，不是合同诈骗就是非法集资，反正有一款等着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开玩笑，那都是刑责啊。我们再看啊，这个中新经纬报道啊，他说分析师称今年或降息2次，今年房贷利率有下调空间。2026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1月5日至6日召开，会议强调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央行强调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重要考量，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称啊，2026年央行将主要通过下调政策利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和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引导企业和居民贷款利率下行。2026年居民房贷利率、消费贷利率和经营贷利率都有下调空间，政府和企业债券融资成本也会跟进下调。专家预计啊，2026年央行将降息2次，降息幅度0.2至0.3个百分点，降准1到2次，幅度为0.5至1个百分点。可重点关注春节前降准能否落地，也就是它先降准，后面对吧，最后才降息。实际上它这个政策啊，
如果真的降息的话，首先对房地产有什么作用？我倒觉得恰恰啊加剧了这个刚需房的观望情绪，就像那个按揭贷款贴息政策一样，对吧？既然你传言要贴息，那我不得等等吗？万一我现在买了，到时候你说不给你贴息，对吧？你已经买过了，贴不了息了，那我不亏了吗？那我就得等你政策出来。这个降息也一样啊，既然你专家说要降息，那我就等等呗，还要降0.3个百分点呢，对吧？现在是按揭贷款是3.1个百分点，对吧？那降到2.8，那我就再等等呗，不就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啊，你别管它对房地产起什么作用，反正肯定先是加剧了刚需房的这个观望情绪啊。如果你说啊未来还要加息，对吧？你这现在3.15%，到下半年也可能涨到4%、5%，那刚需房着急了，而且这个还形成了一个叫什么，对吧？条件反射，也就是专家说的跟政策博弈，你越出政策，那人家越等，觉得后面还有，再等一等，对吧？好处更多，更便宜。这就是刚才你看这个媒体报道的啊，15个重点城市1月份，对吧？新房、二手房都是30%的下降，这不是断崖式吗？实际上有很多刚需房恐怕就是在等，造成了这个下降太快，所以这个对房企打击最大。房企本来指望着多卖点房子过年，对吧？给员工发工资，给供应商好歹给点钱，这一下完了，这房子卖不动啊，怎么办呢？最后我们再看看香港的楼市啊，这个有媒体报道啊，说大摩分析报告指出啊，说香港今年住宅楼价升10%，要涨10%啊。摩根士丹利发布研报称，上调多只香港地产股目标价，他就说的是股票啊。大摩说啊，料今年住宅楼价升1成，地产股首选新地、恒地及长实。香港的楼价要涨10%，这是大摩的观点。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